不敌温厚大度，又是艳阳，都有得吹。岂敢多谢王太人送来紫金冠，真爱相会，今日贴来高府说车。不敢当，不敢当。王太人，你错见嘞！此法用神。你年老，爱年少，应当系要爱来送礼，让何本你先送啊？虽讲爱老年少，不过你少年英雄，属老虎禽皮，小小紫金冠，不足为奇。多谢王太人的名义，今日贴来高门说车，那么其他的事情，我先告退了。且慢，难得多事，应当多言几笔，谈言几句。何用如此？无妨，来言攀其就言。跳。王太人，你命人送来一担紫金冠，这金冠做到安将，不敌那何良公口将所做啊！唔系乜嘅良公口将，乃是我的五义亲属所做。哦吼，那使徒千金亲属所做，唯有唐说，王使徒有千金吗？都好，太爱将小五喊出，今后也可当面拜下。只怕那五叔叔不亲，无妨，你爱同了为谈，见个面会比较客气啊。五义何才？来了。
山面前就是你师兄提起的李文后，喊家家见你。遵命。离婚后，吊山才此。一离。小将万里。文后，太爷，太爷啦！哎呀，王太爷，何不请另外一同一视同仁啊？错，廖山韩家家留英雄拯救，何用如此？何用如应此？当如此。何用如此啊？文后文堂虎牢关一冲血战，战到连刘关中都站出来，你这一杀如何斩他3人？下看只有你问，不得内情，言谈蹊跷。提虎牢关，提起虎牢关，乃是满面带笑顺此既非，应当详细讲来。以此太言，小子唐来呀！想当时虎牢关前百战虫啊！太战了红颜难，刘关中关云从。关云从那态度面部用总一等，总一等从八流奉天地是高粱一般用杀得他刘关中左右东安里破墙刺密명용
请抢救。李太医，太医呐！啊，抢救，抢救！闻后因因赞他神人，真是少年英雄，属老夫钦佩，老夫爱再给你一笔。望太人朝奉有事，请太人速速前去。你嘞，会下吧。闻后难得前来，没想到朝奉有事，挨那前去，又望人在此陪伴问候。哎呀，多好，就留小姐猜测吧。这只怕难叔叔不亲呐、王太人，你唔记得嘞？方才你讲同了为干，见个面会比较较亲啊。错，你呀，敢做的？就按你判。哦，是，姚灿，你好好猜事，陪伴问候，为夫前去，乃为随意所会。做面王太人，你爱速去速回。敌嘞，父亲，你爱快去快回。我敌嘞，夹落去吧。小姐抢错。闻后抢错。不敌小姐奉命，小奴命喊吊扇，好命好命，请问小姐奉命，你把念法。你把念法。可有分配？会有分配。小姐蜜意天仙，为何错过了假期呀？事件有告，此归总结。小姐记得，此归总结，你可知呀？事件没有讲，苗条上午，君子好逑。只是忙是读到英雄。
俩英雄么？相爱离波出师以来，策兔马踏平天下，奉天戟保天乾坤，爱离波可生得起英雄么？文秀嘛，可算的万将扶梯，天下天界英雄。小子既然的，爱离波是英雄，你就该嫁给英雄啊！文秀乃当今英雄，只怕小奴配不上将军你呀。从天呐！你爱呀金呐你，姻缘那天呐，空中那个梦，有神大连呐，爱那一万富万，江山呐。了，西菜呀班呐嘛，军中啊金马，神梦啊，困难，真情啊，一呀。小鸡呀！文秀，誓言他书，不负你难。太太，喊退下！王太人失礼了。李太人，我何以留你？我朝廷将你磨盘，是俺妹留下来陪你。你也敢看主人不睬时节，老俺妹这个那个，一件事你就罢了，不是？莫非婚后酒醉了么？
酒量多嘞。本桥，你看阿妹可有中意呀？此乃名言啊！老夫有意将我的小女许配本桥为妻，以下如何？可有功效？哎，本人太师用何功效？岳父强送我一拜。哎呀，岳父，你可有要紧啊？冇要紧，本案言道嘅西龙冲动，唔会痛，唔会痛。不敌，几时偷钱啊？见本人。今天来唔出嚟，天公爷么？就明天，天公爷神爷，望你讲多带我几时？后日半夜生日嚟追奖，你等待半夜生前来偷钱。好，半夜生偷钱，带马。哎呀，叔父，几时啊？我啥唔记得嘞？半夜生，啊，几时啊？半夜生，半夜生啊！